太乱。像韩国瑜如果出来的话，会增加你出来角逐总统的机会。在思考嘛，其实是这样的。我常最在讲到底，台湾何去何从啊？怎么这样办下去，到底要怎么办？所以你的目的是要不希望韩国瑜当总统这样？现在英文叫 jump to the conclusion， 现在只想跳跃。但目前有结论嘛，这是结论。但目前的确有近您的幕僚表示说，的确韩国瑜出来的话，可能会让你出来的几率大增。你说哪个目标？不能讲是哪个目标。幕僚都在放话。你们有在思考吗？朱立伦已经断言你必定是第3名。这不一定嘛，这个他断言在第。他的前，他现在也是第3名。他的前提是国民党如果团结的话。你觉得蓝营还有可能团结吗？